已經有上千個家庭覆購咗10幾次，我哋先至咁講，我哋嘅麵包係值得你哋信任嘅早餐。我哋兩個90後嘅麵包兄弟，唔係大廚，亦都唔係明星，只係兩個認真做麵包嘅人。從最初只有7款，到依家將近40款嘅麵包，每一款嘅麵包嘅黃油、麵粉同埋雞蛋嘅比例，我哋就好似記台詞一樣滾瓜爛熟，唔用香精，唔加人工色素，唔用防腐劑。如果多一克嘅糖或者少1分鐘嘅火候，都會影響風味。好多媽咪嘅留言話，你哋嘅麵包終於令我哋唔使每日早上都手忙腳亂啦。亦都有爸爸話，我老婆終於唔使早上6點鐘起床就準備早餐啦。做好任何一件事都唔容易㗎。呢1年嚟嘅線上麵包已經超過3萬人次嘅消費，感謝各位粉絲朋友嘅支持同埋包容。我哋會堅守做麵包嘅初心，真材實料，安心健康。平凡人麵包唔做噱頭，只做信任。